我他来，叫伊家遐拢无煞，也是七年那目屎，拢要互我摇拽，耶稣的手扶起我，安稳的行径。因爱那引领我，互我灵魂安宁。主是我心所欢喜，伊是向我做光，常常给我心可以，亲像海水就波。我来谈论点世界，天下往归去，天干就欢喜无限，地就加拉求天，耶稣的手扶起我，安稳的行径。因爱那引领我，互我灵魂安宁。最后一句话，仁爱那阴硬，不是阴影吼。阴影的话，跟阴硬伫台语是差足多吼。阴硬是，互你有迄个真安稳、保护的迄个体会。阴影是那是黑暗吼，所以阴影是甲你炸掉的。哦，伫个大树的下骹，你会当伫遐安稳来休困吼。哦，这是一首诗，伊的副歌是足济三拢是有即个阴影阴影来掠杂你吼。咱还佫有一寡时间，咱三角来读即遍即个歌词吼。来一遍来，温柔疼痛的声音，会解我心忧闷。对阳光天顶天堂降临，常常安慰施温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行前，仁爱那引也我，互我灵魂安宁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稳当拢无烦恼。世间袂黑，袂颠破，罪袂害我滑倒，忧闷袂做我窒碍，了伊惊吓拢煞，也是试炼流目屎，拢袂互我摇拽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行前，仁爱那引领我，互我灵魂安宁。主是我心所欢喜，伊是属我罪过，常常坚固信靠伊，亲像万世石盘。我着吞忍伫这世间，听候黑暗过去，天光就欢喜无限，得主接达上天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行前，仁爱那引领我，互我灵魂安宁。那咱今仔日中秋节的时，咱会当将一个画面深深刻掉来伫咱的心内，就是圣歌对咱的要唱的，就主耶稣伊慢慢行路，要进入耶路撒冷，总是伫天顶，有天君，有天使，一齐咧敬拜。主甘愿牺牲的性命，伊惊十字架顶被忍受真大的苦难，为着咱的罪，为着咱的性命，会当互咱行伫安稳主要所扶持的手的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咱的心三角开始咱今仔礼拜。
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上主的使者伫漆黑内灰暗中对伊出现，伊看见，看漆黑互火烧，漆黑也要倒去。那甲来经师学了上帝，圣诗248首，圣诗248首，请起立。是因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，对本州比勒高流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荣辱。第三日，对世人中国我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。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
我信信行，信个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当，对下面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三甲因启文第2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文29篇，行为无通指责。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透上主的教示。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，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，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。我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，你的公义煞到永远。同心来祈祷。慈悲仁爱、掌管万有的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带领阮伫今仔日中秋主日来到你的圣殿，聚集敬拜你。当阮纪念主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，百姓手提棕树枝，大声喊好散那的时，求你也互阮的心开阔，真是压制你做阮性命的君王。求主清去阮的心思意念，除去骄傲甲冷淡，互阮用谦卑甲敬虔的心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当阮进入受难周，求你带领阮安静思想主的疼痛。主耶稣为着阮的罪，甘愿派十字架的道路，承担苦难甲侮辱，甚至牺牲性命来拯救阮。求你互阮深深体会主的疼，互阮毋通就用喙来学乐，搁较话伫生活中实践信仰，派十字架来跟缀主，行伫真理甲疼的道路。主啊，你是和平的君王，你的国是公义、仁爱甲和平。阮今仔日特别为着世界不安的局势来祈祷，为着国际中的冲突甲战争的危机，求主施恩怜悯，阻止怨恨甲伤害，特别是为着全世界的紧张，求主亲自掌权，引带各国的领导者用智慧甲冷静来处理问题，互因的对话因为有你的引带，互战争紧紧结束，保守遐的百姓的性命甲生活有安全，也求助你手事开来，互破碎的心得到医治，互失望的人重新得到盼望。求你兴起教会，成做和平的使者，有你的光照伫黑暗，伫痛苦的人带来安慰，伫分裂所在传扬疼甲赦免。主啊，阮嘛要为着台湾这片土地来祈求，求你保守社会安定、人民平安，互掌权的有智慧治理国家，
互百姓有彼此相听的心。求你赐福正教会，互阮伫即个世代，行做你终身的路步，热心祈祷，谦卑服侍，勇敢见证主的福音，互搁较侪人明白你的救恩。主啊，求你也看顾阮的教会、阮的家庭，甲阮每一个人的需要。伫软弱的时，互阮得到力量；互困难的时，互阮得到帮助；互忧伤的时，互阮得到安慰；互阮日日倚靠你，行伫你的旨意中，一生荣耀主你的名。愿遭受主力的欢呼，成做阮信心的宣告；愿受难十字架，成做阮性命的记号；愿主国外恩望，成做阮永远的力量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习惯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并讲。
做伙来共读上帝话。今仔日的经文有3段，第1段记载伫申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，伫台语和日本圣经195页。申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。以色列啊，你着听，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，你就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我今仔日所命令你遮的话，着记伫你的心，也着用这勤教示你的囝儿。无论你坐伫厝内，行伫路里，困还是起来，拢着讲论，也着拔伫你的手做记号，滴伫你两蕊目睭的中央做纪念，佮着写伫你的厝的门徛以及你的门。第2段圣经是伫耶利米书第20章第9节，伫台语和日本圣经856页，耶利米书20章第9节。我若讲，我无要搁提起耶和华，也无要搁吐伊的名来讲，就伫我的心内有亲像刀的火关拔伫我的骨内，我就袂论袂调，袂为家己禁止。最后一段的圣经节伫路加福音第24章32节，伫台语和日本圣经新约102页，路加福音24章32节。因就三甲讲，路里伊甲咱讲话开拆圣经的时，咱的心减无入吗？请老毕马新学生讲道，题目是心亲像焰火直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多亏这时代的科技便利，我们记录生活就变得相当的容易。只要我们有一台手机，我们就能运用镜像头录下我们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有一种拍摄的手法叫做日常生活的 vlog。它会拍摄你一天当中的行程，拍成影片，可能画面上会呈现出，你早上几点起床，你早餐吃了什么东西，你几点出门上班，然后几点下班，下班之后，你的时间怎么运用？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我们，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一台摄影机架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，那我们一天当中所呈现的影片是什么样子呢？对我来说，如果有一台摄影机架在我的周边记录我的生活的话，我想一想，我感觉并不是特别有趣，因为我现在的身份就是学生，学生的生活大部分就是要在学习与考试中度过，我们也要写一些作业，然后交给老师。但是这种东西如果呈现在影片上面的话，我相信在这个讲求点阅率的时代，我相信它的点阅率会很高。我觉得应该有过2位数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实际想想也并不是这样子。生命或者是生活当中很有趣的一点是，虽然在生活形式当中，我们可能真的是周一到周五我们都重复做一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的内心有声音。如果把这些内心的声音呈现在荧幕前，呈现在影片前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有很多巧思跟张力，而我们就是在这些巧思跟张力当中、困难当中，激荡出我们人性当中思考的一种很宝贵的价值。今天的经节，《申命记》的6章4到9节，它的后半段的描述是这样子的，他这样写道：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走在路上，躺下，起来，
都要引用，要系在手上做记号，戴在额上做金甲，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。因为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很像古代版的 flag， 只是那时候没有摄影机。这个画面呈现了以色列子民他们领受上帝的律法，然后他们呈现了一种生活的状态，尽心、尽意、尽力，翻译得非常的好。尽心的意思就是无形的心灵上，你的心思意念，你要把它交托给上帝。尽意的话，在中文当中可能就比较需要去想一想。我在想意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说是意志吗？结果我去查了一下，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它其实是一种气息的意思，也可以指喉咙，也可以指你的胃、食道。它的意思就是，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东西进入我们的口中嘛，然后吃下去，然后我们才可以维持生命。所以尽意的意思就是要尽你的生命。那尽力的话，在原文当中，它的意思是非常的极其所能的，也就是你所有的一切。后来引申到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是尽心、尽意、尽力。那个尽的意思就是全部，所以你要把你的全部的心思意念、全部的生命，还有你全部的力量。这个力量也可以指涉能力，因为能力也代表你在你的专长以及你的专业是什么。上帝不只要我们的力量，可能是劳力上的，他也要我们所有的知识、技术都要奉献给他。我们可以看见，上帝好像对我们相当的有一种很纯粹的要求，他要我们不是部分的我们，1/10可以吗？2/10、3/10，再多一点9%可以吗？他在这边写到，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，就是要100%的全然献给他。我们人有一种天生的倾向，就是如果我们思考一下，如果我们是当下聆听这个话语的人，我想大部分的人来说，我们都应该都很反抗那一种命令式的语气。我们其实更喜欢假设语气，对不对？就是比如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件事情呢？你能不能帮忙做这件事情呢？这是一种假设语气。但是在命令语气当中，就少了一种可以拒绝的可能性。申命记的6章4到9节放在现在的处境，我们可能会很难去想象，甚至很困惑。要坐在家里走路啊、躺下都要引用。但是我们不要讲这段话啦，至少我们都有经历童年的时候、小朋友的时候，有时候父母叫我们去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就偏偏不做。如果叫我们不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就偏偏去做。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，因为在松山教会当中有一个很棒的机会，我主要的服务项目都是就是跟小朋友一起成长，所以主要接触小朋友很多。但某一天我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带一个社区的小朋友，我要带他们一个游戏。那带游戏的内容，我要使用扑克牌，然后我就把扑克牌放在他们眼前，说要怎么样。可是意外就来了，有一位小朋友就不知道怎么样的，因为扑克牌要放在桌上嘛，他会有一些翻阅的动作，那小朋友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，就把它折到，然后我就说不要折哦，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不能折，然后我就宕机了，就是很多，其实小朋友的问题其实蛮直接的，这也常常给我一个脑力大思辨，因为我在当下想的是为什么。就是他问我说为什么不能折？我想问他为什么你想要问可以折？就是那种问来问去的感觉。但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日常的一个插曲啦。我爱这个小孩子，就是虽然他可能不会遵守我的游戏规则，不过我觉得我爱他，而且我们都需要在这种爱的环境当中，
容许去犯错，容许去挑战一些规则，我们才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，也了解规则的重要性。而这件事情让我去想的，确实，我的生命其实跟他重叠啦，因为有时候我常常会问一些问题，会让长辈或者是家人，他当下可能就真的啊，这是什么问题，然后就没办法回答了。我回去大概花了几天去想，很无聊就是问这个问题，我还要去想说要怎么去认真的去阐述它。可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，我相信他们不需要大人的阐述，他们就是随口的、无意间的，然后去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去问我。但是我好像在这个事件当中也开始想到了，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很像以色列百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，就是会有一道命令下来，然后这一道命令下来，以色列百姓就会再三的去打破它，然后惹得上主很不悦，然后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流亡的过程。直到现在他们才回归到耶路撒冷嘛，而这都是一种挑战权威、一种挑战规则那一种所导致的结果。那我回去想一想，我觉得可以去理解这段事情的一个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翻下一页吗？就是我想到最直接的回答，就是答案本身是最完美的回答。在我们论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想，它有两种模式，一个叫做归纳法，一个叫做演绎法。那演绎法的意思就是从一个论点、一个圆心，它很像树根一样去长上去，它会变成说有第一种可能性，第二种可能性，第三种可能性。那这个演绎本身它必须要有一个动机去支撑它，这个动机要非常的纯粹，而且它纯粹到有可能会比人还要大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如果我们有一种亲子关系，或者是伴侣之间的关系，或者是家人之间的关系，你们有没有被问过说你爱我吗？你们会怎么回答？其实很难回答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爱你本身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回答。我爱你是因为我爱你。这个论述逻辑其实很像上主在宣示他自己是谁的样子一样。摩西问他说：“上主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”在出埃及记3章14节，他这样回答。其实最原文的回答叫做“我是，我是”。这样有回答吗？可能对我们来说，好像就是说废话的感觉，但是其实并不是。就像回到前面所讲的，答案本身就是最完美的回答。我们或许可以说出“我爱你”，因为我早上会帮你泡咖啡，我会抱抱你，我会亲吻你的脸颊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我会支持你，而且我永远会站在你这边。可是这永远都不会是最饱满的回答，它会有很多无限个为什么，很多个原因，但是它永远没办法对比我爱你这件事情。那另外一个模式，说话的模式叫做归纳法。那归纳法的感觉就是那个演绎法的倒过来的意思，就是相反。因为演绎法的意思就是像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主题，一个骨干，它会向上延伸，然后有很多枝干。那个归纳法的意思就是倒过来，它会有很多个因为我帮你泡咖啡，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抱你，因为我拥抱你，因为我亲你，这是很多个为什么。这个很多的为什么会像一个路径，一直不断的去找到它的那个根本的问题。所以说，其实面对这个小朋友的回答，其实我的回答就是这个规则就是这个规则。
那如果你要探讨这个规则的话，也可以，就是因为这个游戏规则，如果他问的问题是说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扑克牌折掉？当然可以，可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是，这个扑克牌是你买的东西嘛？如果你把它折掉的话，你这样会不会不尊重拥有这个物品的我？那如果把这个扑克牌折掉的话，它会损失一个游戏的公平性。那这个游戏就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游戏了，就是我可以回答出很多为什么，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他所要听的。那我在想，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可能是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的之间的关系，他不认识我，而且我们关系也没有在信任当中的话，他就没办法知道我要玩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。如果他知道我是谁的话，他会知道我玩这个游戏是为了要让你享受在游戏当中，而且你在游戏当中你获胜了，你还可以得到你应有的奖励。这也可以对应到我们其实在对上帝的关系当中，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完全的理解上帝。所以对于信仰在信仰里面的我们会常常问我们自己两个问题：我们到底是先知道，我们才在这个信仰里面，还是我们是因为相信，我们才在这个信仰里面？那这个答案就可能我们要自己去想一想。对我而言，信仰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当然可以用我们的理智去理解它，去认识它。可是当我们理解到一个坎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悬崖式的断崖，那个是要相信你才可以跨过去，而且你跨过去，你才能够知道。所以，相信本身一直都是一个很反逻辑的事情，因为它没有任何理性上的基础，它只能部分的基础去支持它。但是你要相信它，你很难去证明你有什么证据去相信它。那它那必须有一种里面圣灵的动工，我们才有办法去相信。帮我按下一页，谢谢。这个时代，因为时代的思潮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口号，说是要打破藩篱，打破边界，打破隔阂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看看，这种逻辑如果放在旧约当中，我们去看的话，其实或许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思考的。所以我会问我自己，以及问我们大家：我们到底要是为爱打破藩篱呢，还是要为爱筑起堡垒呢？像是今天所讲到的《生命记》的章节，对我来讲，它是一种为爱筑起堡垒的一种过程。我在想，以前我在读那种摩西五经的时候，我会在想，为什么上帝只说不要去跟迦南人交往，甚至要把他们灭尽？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上帝，你真的是在他们心里放一个很纯正的、很热情的，你真的是赦免他们的罪，他们变得很完美，以至于他们能够跟他们混合的时候，迦南人都被他们感化了。我后来，在生命中就是走了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越来越发现，其实形式还蛮重要的。为什么上主耶和华不让他与迦南人一起混居，甚至是一起生活在一起？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，其实也不是个很好的族类。因为如果我们看后面的历史，在摩西五经的历史当中，它还可以维持一下，因为有摩西嘛，有约书亚，还可以骂一下，所以他们就皮绷紧一点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读到4世纪的话，我们会发现那是一种很像股票，就是一直跌下去的感觉，那个已经没办法拉回来了。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比迦南人好，
他之所以会跟迦南人有所区别，是因为上帝拣选他，而上帝拣选他不用因为很多原因，上帝拣选他是因为他定义要拣选他，不是因为这个民族他有具备过人的特质，他有具备一个很好的民族性，其实不是。上主拣选他是因为他定义要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去拣选他。这也可以提醒我们在与人相处或者是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保持这种纯粹性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爱一个人，是因为我们定义要爱他，因为上帝定义爱我们，所以即便这个人是如此的不讨喜，百般的伤害我们，甚至他如此的轻看自己、轻看我们，我们是否能够保持这种纯粹的爱去爱他呢？上帝爱我们，是因为他决定爱我们。上帝去拣选他的以色列百姓，也是因为他拣选他的百姓。所以也勉励我们可以有这种纯粹性。我们爱一个人，是因为我们爱他。当然，我们有很多时候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，可是那永远不是最完整的答案，最完满的答案。我们爱你，是因为我爱你。所以在这个时代可能太多一些打破疆界，但是我们也必须去思考我们现在的处境。我们真的很需要为自己这个群体、这个家人间，我们要设立一些堡垒去维护它。因为有时候我在看这些教会的小朋友，甚至社区的小朋友，然后我又看到新闻当中有很多很令人匪夷所思，而且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发生。那些坏人，那些做这些很惊悚事情的人，他们也会经历小孩的时候啊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到底有没有一种有一种，真的是就像前面所讲的尽心尽意尽力，这只要用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去为小孩子预备堡垒，让他们能够活在堡垒当中，有一种爱，有一种自由。因为外面的世界很显然的是一个失序的世界，我们必须为他们设立一些疆界，让他们能够去面对外面的世界。下一页。一直讲到这边，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讨论情势。不过这不是我的本意。这个经节其实很不好处理。不好处理的原因是，它很简单。它是很简单的命令，是要求你去做什么事情，是一个很平铺直述的陈述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一个关系，很私人的、很真实的关系，而我们也在这个关系当中感到爱与满足，我相信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，也会推荐其他人一起参与这段关系嘛？那我们会怎么推荐？很显然的，我们会透过很多形式上的，没办法，因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过形式上的，让邀请别人去参与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会说，有没有读经啊？要常常读经，要常常祷告，要常常在委身在团契当中，要在教会当中服侍，这都是形式上面的。不过有限的我们无法很确实的去描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我们只能用很片面、很形式的、很框架的去邀请你们。这个关系太过于深奥，以及奥秘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说：啊，你都为什么只会跟我讲形式上面的，然后为什么总是会命令我们去做这件事情？而且我们也很讨厌别人演戏，不是吗？只要别人在我们面前演戏，就是我们都很期待自己能够真心真意的去做事情，与他人相处。就是我们常会说：哦，不要再演戏了啦，我都看穿你了，就是你完全都是在演戏。
不过形式其实没有那么不好，形式是因为当我们还没未了解形式里面当中的内涵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最直接，而且是路径最短，我们可以去理解方式的一种过程。不过，当我们在侧重形式上的、框架上的、动作上的，我们就会往往忽略了内涵。这两者都很重要。读经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去教会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维生在团契上面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不过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在跟大家呼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向灵魂呐喊，在向你的灵魂说话。你不会因为阅读圣经，或者是去教会，或者是古诗当中，我们无法观测你到底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而且在我们社会当中，也有很多眼睛不能看见的，耳朵不能听见的。有一些人在理解力上，往往不能直接跟上我们。甚至我有认识一些人，他有阅读障碍，所以他没办法看圣经，因为那个圣经的智慧在他的眼睛的世界，他会一直浮动。那所以他们没有读圣经，他们没有去教会，没有去团契，他们就会与上帝隔绝吗？我觉得不会，因为上帝透过日常生活当中，任何形式上的任何方面，我们都能与他交往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事情：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否真的有在这种过程、在这个形式、在这个框架当中，我们真的有跟上帝交往了吗？因为我们人其实到了一定的岁数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人是不是在官方说官方话，或者是在做场面话，或者是在演戏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，上帝何尝不是呢？我们在上帝面前演戏，他都知道。但上帝不是为了抓住我们的错误就是真的很喜欢我们的错误，才设立了很多律法要去限制我们。他是为了在这个框架当中给我们最大的益处。所以，当我们面对上帝，而且特别在委身在上帝的事工当中，我们可以去问问自己，我们是否从真心去做。那如果你的心还没有办法达到的话，休息一下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在休息当中，在安息当中，我们也可以更加的去思考，我们到底要该怎么去做一些调整。下一页，谢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我知道那一种没有活在秩序里的那种无助感，大概是在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去在外面住了，超开心的啊！就是高中的时候，终于不用爸爸妈妈去管了。不过我发现，那种开心只不过是一个假象的，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具有经验的人，具有一种纯正心态上的人，其实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当中，真的会很像以色列百姓在迦南人当中，我们真的会潜移默化的去有一些与他们相似的价值观。譬如有一句话说：“好人不偿命，然后破坏1000年。”对我来讲，这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论述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慈爱真的是对义人真的是直到百代千代。但是如果是犯错的人、罪人、坏人，他一定会用他的审判去履行他的公义。那在外面当中，在过去的求学当中，虽然我自由了，我可以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但是我发现我的生命好像也一步一步的往下去掉落下去。我好像有一种很急切的想法，就是为什么我的生命会活到这样？那种想法会让我内心当中感到心急如焚，像是有一种火在里面烧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不断的去思考，
就是自己不想要再演戏了，也不想要再很虚假的生活，所以就一步一步的来到上帝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内心中其实会有2把火在烧，特别是当我们真的是进入这个基督徒的在这个基督里面的家庭当中，我们很难不冷不热。外面的世界有很多立即马上的可以给我们感官上的享受，我们很快就会欲火焚身。但是在这个燃烧过程当中，我们也会感到不舒服，但是里面当中也会隐隐约约有一种圣灵的火在里面燃烧。这种燃烧其实让我们会感到相当的很不舒服。这种不舒服让我对生活感到很不满意。我是只对自己在做一些暧昧的事、不光明的事情，二是会感到憎恨。为什么要恨？恨的反面就是爱嘛。如果你真的在心思意念当中真的对齐上帝，你爱上帝的话，你真的会因为爱他而去恨某一些东西，你会痛恨一些很狡诈、邪恶的事情。那同时你也会很讨厌自己，因为你也往往在软弱当中，我们也会在犯了错，也会跌在试探当中。我们会在上帝面前自怜，不过别担心，因为我们的自怜在上帝当中，上帝的眼前当中也显示了极大的恩典与价值。他看重我们每一刻的痛悔，他不纪念我们的过犯。重生之人仍有罪的余烬在你里面燃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相信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坐在台下的你们这个礼拜过得如何？至少对我来讲，我每一次来这边的感觉都很千变万化哦。有时候真的是坐不住，但是感谢上帝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在何处，或者是在每一刻，其实我们此时此刻，我们现在都有一个主权。我们有一个决定权，我们可以跟天父上帝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愿意回到你里面。”我相信上帝会回应我们。已经在形式里面，在我们基督里面的朋友们，我愿你们的心中的火能够不断的被调换，而且不断的去燃烧。可能多多少少我们在形式上面，在施工上面，还是会感到一些挫折，或者是有一些困难存在。但是希伯来书说，主的道是活泼的，这话是真的。他活泼到他可以适应任何一个环节，他可以去解释任何一个我们不解的地方。还在形式外的朋友们，还在这个家庭之外的朋友，我愿你们平安。因为我知道现在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种种的因素与压力，我们没办法很立刻的回到很规律的教会的生活以及领修的生活。但是请记住你们内心中的感受，无论你在外面飘了多远，要记得回家，因为家里面有平安，而这个平安不是外面世界能所给予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该怎么样尽心尽力的来到你面前呢？主，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有时候我们会在你面前自怜，我们没有足够的聪明与智慧去理解你律法中的奥秘，乃至于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处处受挫，而且挫败了我们的心智，挫败了我们的意念，挫败了我们的心情。但主，你的圣经的话应许我们，主，你的道是活泼的，
求主真的是让我们燃烧内心中的热情，使我们不仅在形式上，而我们也在内涵上与你对齐。主未来的挑战相当的多，但主我们靠你能够胜过一切。主我们感谢你，也特别保守弟兄姐妹回去的路程，以及新的礼拜的一天当中，面对工作上、家庭上，主你都亲自与他同在。主你赐给他们平安，而这平安是你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做伙来读2遍。因为上主，你的上帝就是烈的火，我断毋容阮有别的上帝。申命记第4章24节。因为上主，你的上帝就是烈的火，我断毋容阮有别的上帝。申命记第4章24节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40首，圣诗140首，请起立。奉献，请廖瑞芬执事、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。Amen.
老师报告。第2点，请兄弟到1楼摕4家到6月的成功事奉者甲新安宫学经。第3点，2025年的奉献证明已经放伫1楼的大门口，请兄弟家己摕。第4点，今仔日是中秋主日，对今仔日起进入受难周，请大家尽量避免宴乐甲佚佗的活动。每一日早暗祈祷，也是默想以下的经文来思想耶稣受难的意义。第5点，今仔日下午12点半要举行发展甲建堂的委员会，请国文甲委员参加。第6点，北市区定4月3号拜5下暗7点半，要伫修美教会举办受难日联下圣餐礼拜，请兄弟参加。遗体关怀，为阮册兄弟伫3月23号伫病院受洗，3月24号蒙主温调，请为着遗作来代祷。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阮中正订正。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事奉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今仔日就进入受难周，所以咱伫拜3的祈祷会咱暂停，咱请兄弟姊妹伫拜5 7点半，咱到伫周美教会参加受难日的联合礼拜。好，但即是咱后礼拜咱是国外节礼拜，所以咱嘛请兄弟备办心，吼，咱有洗礼甲圣餐。好，即是咱做伙来祈祷，咱为着世界、台湾甲宣教师来祈祷。咱嘛为着各项的事工，咱建堂的事工来祈祷。咱为着住院的遗体陈五兄，吼，伊最近身躯无爽快，佮转去病院接受治疗，咱恳求上帝医治。嘛为着真侪处理疗养的遮兄弟姊妹，燕纯、应轩、林水长老、怡礼、慧玲姐、秀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民主姐、方梅姐、俊成兄、丁友兄、明理姐、道元兄甲阿菊姐，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遗体，咱来做伙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来到世间，行阮世间人所行的路。总是你为着阮牺牲家己，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但是你是神，所以你第3日搁活，安尼搁活成做阮的愿望。主伫即个礼拜，阮进入受难周的过程，阮恳求你帮赞，互阮虽然生活伫即个世间，但是阮的心会当甲耶稣共行即个十字架的道路。主恳求你帮赞，互阮透过默想经文。互阮搁较体会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牺牲，甲对阮的疼，也恳求主你帮赞，互阮愿意献上阮的一生来回应。主，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主为着神武兄来祈祷，恳求你帮赞伊，带领伊，特别伊最近身躯的软弱，恳求你医治。也有侪位伫处理疗养，也是经过手术伫治疗的，也是你做化疗的，主恳求你拢保守遮兄弟姊妹，互因有体力，互因有勇壮的心心，会当继续倚靠主。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，互兄弟姊妹热心，互兄弟姊妹内面的火会当互点倒，互阮无搁无小无冷，互阮会当敬拜上帝，每一日也有稳定的灵修的生活，互阮亲知主。若无你成做阮的倚靠，阮是要安怎来活落去的？主恳求你将安尼的热切放伫阮兄弟姊妹内心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热心献上阮的性命来服侍主，来敬拜主。
主，阮也要为着阮遮的其他的事工来祈祷。阮做伫进行的遮社区的事工，也是教会的遮各种的事工、建堂的事工，主恳求你拢赏赐，互兄弟姊妹，互遮负责的同工，互大家会当勇壮心神，会当做伙来服侍。因阮知，阮会当服侍，毋是我靠阮的才调，是上帝你互阮有机会会当来服侍你。就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珍惜服侍的机会，会当努力拍拼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社会来祈祷。主，恳求你保守阮的社会。阮看见真侪凶恶的代志，每一日咧发生。主，恳求你的怜悯。主，也恳求你的听，透过阮遮基督徒，会当将你的真理传扬，互四周围的人知。因为阮知律法无法度改变遮个问题，只有上帝你的真理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听，甲十字架的牺牲甲救赎，才会当救遮要未信你的人。主，就恳求你使用阮。阮也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，帮助遮个宣教师，互因会当有平安，互因会当所传扬的福音，会当进到当地人的心内，伫当地会当富裕成长。阮也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土地，互即片你所听的台湾，虽然真细的岛屿，总是有上帝你的照顾甲赐福，也帮助阮所有人民会当三甲合一，做伙彼此相听，来起造你所欢喜、你所喜爱一个国家。阮也为着世界来祈祷，阮看见真侪的世界的战争，也是饥荒、天灾在发生。主，阮相信这毋是你所创造的时世界的情形，总是阮恳求你的怜悯、你的公义、你的真理会当伫即个世界运行，除去遮你所无爱的一切，互你的真理运行伫即个世界中间。主，阮相信只有你的真理，才会当来整顿即个世界。恳求你帮助，阮伫遮呼求你，恳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，互阮的祈祷，互阮所做的工，互阮每一日阮的生活，都会当诚做捧的者献到上帝你的面前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伫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内面，咱来行平安礼。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你有主的应用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你有主的应用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这是来吟信息398首，信息398首，因是要请陈牧师祝祷。天蓝清秋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听者。